你試要幻想下，美股每個月10% 回報，1年30% 回報，10年250% 回報，係咪冇咩可能啊？又或者你會話係冇人投資揾到呢個回報啊？我唔同意，係絕對有可能㗎。但係華爾街大行瑞信 JP Morgan 已經預測，去到2022年底，美國標普500指數會去到5200點㗎，係一個非常令人振奮嘅數字啊！我唔知做邊一行，或者你一個 coach。你一個中小企老闆，又或者你一個 expert， 但係你有冇諗過呢一個數字係可以同你有關嘅？你只需要一個方法，就係搞清楚咩叫月供同埋冧心投資。樓要供，車要供，股票咧都係月供㗎。相信咧大家有聽過月供投資。嗱，月供投資係咪呃人嘅咧？你聽緊係個方法定係產品呃人先？因為啦，今日咧個股市風高浪急，連埋美股都守唔住啊！遲啲又話要加息，又會縮表咧，似乎呢啲過山車都有排坐啊！嗱，月供你心儀嘅資產就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同埋工具。如果冇估錯，而家呢個時間好似上次或者上上次嘅牛二05年、06年，無論經濟情況同埋貨幣政策咧，都係同而家病緊一樣嘅。當時咧股票唔係跌咧就橫行噶啦。咁咧我就趁呢個機會咧月供 Costco 啦、月供 Home Depot 啦、月供加幣啦、月供黃金、月供內銀、月供港交所嘅，仲有匯豐添。雖然咧之後咧等咗2年3年都冇乜好大氣息，而之後咧牛市3條大升市1個半月就玩完啦。但係由於我低位儲晒貨，啲單位喺晒我手，一刻爆上去我就有份，我根本唔需要估幾時係爆上去，我知道咧遲早資產會上去就得㗎啦。所以月供資產或者股票咧係有佢好處，係爭在幾時用係最大化佢嘅效益啫。今集咧唔好煩啦，一次我同大家講下究竟月供好啲定係冧心好啲？車鬼唔知一炮過低位車落去賺最多咩？我嘅鬼唔知咯。問題啦，我哋永遠就係真係鬼唔知。絕對低位係 exactly 邊一點啊嘛？邊個話月供一定跑輸呢？唔使咁快下結論嘅。幾時月供？咩叫月供呢？今日同大家講3個實例，大家睇到影片最後就知道咧咩時候用咩方法係最好，一定有啲好處嘅。我喺唔同平台分享我點樣以理財啦、股票、房地產投資、稅務安排達至財務自由㗎。我由負債80萬到擁有超過1億資產，38歲決定財務自由。我認為咧投資係唔需要犧牲時間嘅，做到財富增值而唔影響生活，咁先係投資啊嘛。想學深入少少咧，記得訂閱埋 MTTV 富翁電視睇埋直播分析仲得啊！月供到底係乜東東呢？我建議啦，就算大家認為知道嘅，都聽埋我講先啊。顧名思義，月供咧即係每個月定額買入咧特定嘅投資，通常咧門檻係每個月1000蚊港幣到啦，可以係月供股票、月供基金、月供商品貨幣都得㗎。用得月供呢個方法咧，通常都係長線投資啊，唔會係2-3個月貨仔咁少㗎，亦都咧係希望用到平均成本法，降低入市風險㗎。同時啦，月供咧逼自己養成一個投資習慣，係理財一方面好有着數㗎。總之唔使諗 ，set 好咗每個月自動幫我擺1000蚊喺騰訊度啦。說穿了就係逼自己儲錢，順便投資咯。冧心咧就更加簡單啦。根據劍橋字典去講，lump sum is an amount of money that is paid in one large amount on one occasion。唔使咁麻煩啦，我用中文豪氣啲，就叫佢做一炮過買咁咪得咯。即係一筆錢一次過炸落去啊，好睇時機㗎。好戲嚟啦，咁究竟咧係月供好啲定係冧收一炮過買好啲咧？咁咧就睇下咧邊種市況做咩操作咯。大市不外乎分3款，一係大升市，一係大跌市，一係波動市。嗱，你話好似講廢話咁嘅，咁真係得呢3款啫嘛。但係認真喎，就算係得呢3款嘅市，大家近乎100% 會做嘢，都只係得冧心一個動作啫。嘿，我諗到啦，除咗呢3款市，仲有一款就叫假期休市。好笑俾個 like 啊，唔好笑留 comment 表達不滿啊。好，講翻正經先啦，以下咧就會逐個市況同大家舉啲實例啊，俾大家睇。究竟啊月供咧同一炮過買嘅投資效果有咩分別嘅？講數據之前咧，容許我戴翻頭盔先。如果你本金係大啲嘅，
本多啊最終係勝嘅，你個絕對回報梗係大啲㗎。我用100萬投資同10蚊投資，你賺1%已經有1000倍啦，大哥，邊有得比啫？所以啦，以下嘅數據咧係假設月供同一炮買嘅投資總額係一樣啊，將月供嘅平均成本價同一炮過嘅成本價作為比較，咁就可以將月供嘅平均成本價同埋一炮過買成本價直接做個比較咯。我哋着重嘅係最終回報嘅百分比嘅 percentage 係幾多啊？我哋睇下第一個情況先，就係大升市啦。月供定一炮過買，結果有乜分別呢？嗱，近近地用2021年為例啦 ，S&P 咧今年升多過跌啦，但係啦錄片嘅期間暫時係升咗27%。我諗咧冇人唔會話呢個叫大升市啩。以 Nvidia 同埋 Google 嘅例子，假設啦2021年1月開始，逢每個月第一個交易日咧就入市，不問價咁買入啊，平嘅時候又買，貴嘅時候都係買㗎。我哋就好明顯睇到啦，梗係咧一炮過贏晒啦，直線咁車上去啊嘛！買嘅時機幾乎咧係全年低位，月供 Nvidia 平均價係189蚊，接近年尾回報55%啊！但係一炮過買咧，成本價就131蚊，去到年尾咧接近124% 回報㗎。嗱 ，Google 嘅例子咧差唔多啊，都係一炮過買咧，成本平好多，回報有66%啦，多過月供嘅21%好多㗎。嗱，詳細數據咧大家自己睇下啦。但係咁喎，如果個市大車邊咁升上去，咁嘅一炮過好啦。但係我哋可唔可以控制個市係年年都大車邊升上去呢？咁個個都發達啦，個操作唔係得一款咁簡單嘅。你想橫行市嘅時候都係繼續儲貨賺錢呢，就睇埋落去啦。咁講橫行市之前，梗係講最嚴重嘅大跌市啦。嚇，大跌市都有策略？一係唔講，一講就講最勁嘅跌市。1929年美國嘅經濟大蕭條。In 1929, years of booming prosperity ended in catastrophe. It was the biggest stock market crash since records began. 雖然標普500指數咧係1957年成立嘅，但係咧 TradingView 都有得回數算式啊。根據成分股好多因素咧，回數翻佢之前嘅表現，所以咧我哋咧可以睇到當年嘅數據㗎。不過啦，呢個唔係今集重點，我哋核心嘅軸心擺翻喺月供同冧心先。只要咧有幅圖表就可以睇到兩者分別啦。當時咧經濟大蕭條係1929年10月發生㗎嘛。假設1929年1月我就開始月供啦，就正正咧橫跨咗呢個咁勁嘅股災啦。但係你都繼續唔問價咁入貨啊，呢個咧就正正月供嘅精髓啊。的確由11月開始咧，你係越供越窿嘅。但係啊，只係捱到1936年1月咧，你儲嘅貨唔單止平手，仲開始賺錢添啊。相反啦，你咁黑仔咁傻仔，有時真係人會做蠢嘢㗎嘛。喺高位一炮買入咧，成本價就係24.86啊。麻煩你坐16年艇啊，因為咧要去到1952年咧，你終於先能夠返家鄉啫，足足捱多16年啦。呢次個 battle 咧，好明顯月供贏啦，防守性一流噶。我初頭聽啲數字都唔信噶，當時食緊飯，即刻攞張紙巾做下啲 math，做咗半個鐘，唔信都要信。不過呢個結論咧都有個謬誤嘅，有冇人想知咧？俾3秒時間大家諗下先，3、2、1，計我話咧，兩邊都係輸㗎，因為咧其實真正嘅大跌市，月供同一炮過買都係要傷亡慘重㗎啦。月供咧係數字上贏咗啲，死得冇咁慘啫，都要捱幾年㗎。有邊個咧真心能夠做到啊？遇着大熊市咧，梗係離場㗎啦。如果大家已經留意咗我半年、1年嘅話咧，大家知道我準確預測咗熊1、熊2、熊3，成個大熊市我2019年咧就 predict 咗2020年1月會發生，並且喺大升市準確預測牛2嘅大調整，量度嘅跌幅都識計到咗目標嘅。所有嘢都係配合咧經濟週期判斷牛熊市，跟住揀資產入市時機啫，即係咧買乜嘢、幾錢買同埋幾時買就係咁簡單，呢3個問題啫。但係呢幾樣嘢最基本一定要識判斷牛熊市啊，時勢做英雄，牛市嘅買多賣少，熊市咧係賣多買少就係咁簡單啫嘛。仲有無論月供定冧心，你揀錯嘢嚟買都係死㗎。所以咧一定要識得選股㗎，
大方向啱，條條大路通羅馬，可以做到咧真正嘅 buy and slip 啊！所以咧，大家有興趣知道我成個策略嘅話，又想加快速度學習咧，歡迎大家收聽我10年財務自由嘅免費1小時嘅 training 啊！咁入邊有個簡介會，同大家分享咧點樣喺最嚴苛嘅城市，如果每年你能夠揾到15%回報 project 咧，10年咧係可以財務自由噶。條數點計，個策略點咧？呢個免費 training 俾咗大家噶啦。咁10年財務自由課程入邊咧，都有教大家選股啦，同埋咧做技術分析嘅。幫大家賺價又賺息，最適合 full time 嘅你仲有可以攞到少時間，夜晚或者 weekend 咧就可以做到一個投資組合噶啦。第三個情況咧就係波動市啊，嗱恒生指數為例啊，呢2年咁曳，我都想贈佢2句啊，破頂發達冇你份，發商發落發都穩。嗱一於咧就攞你嚟做例子啊，不過咧我哋公平啲，唔好淨係睇佢跌嗰段，的確咧。佢2021年咧頭一段係有升過一陣嘅，但係啦就假設2020咧就做起步點，用大家咧最熟悉嘅盈富基金2800為例子啦。嗱睇下呢幅圖啦，假設咧2022年1月咧就開始供呢隻盈富基金啦，供到咧今年12月平均價咧就係26個4，寫高嘅時候咧現價就係23個3毫8，暫時嘅回報咧係負11.5% 㗎。相反啦，如果你選擇一炮過買咧，盈富基金 ，sorry 啦，2020年1月買貨咧，成本價係28個半，你而家暫時回報係負18% 㗎。嗱，月供咧做到嘅平均成本法，拉低咗你入貨價，令到你冇咁傷。而呢個 battle 咧，月供係贏咗㗎。如果你相信恒指唔值咁平，遲早會升翻上去咧，繼續月供，你而家咧相對用比較平嘅價錢儲晒貨同子彈咧，之後就見到佢發揮作用啦。當然啦，就要考你眼光啦。一，恒生指數係咪真係平會彈上去咧？咁我認為咧，恒生指數係處於低位嘅。二，你梗係唔好買恒生指數啦，你要識選股噶嘛。有啲乜撈啊，又幾百倍 PE， 有啲乜風啊，又唔賺錢咁。你買啲正正常常透過選股咧，已經可以簡簡單單跑贏恒生指數啦。所以啦，你哋有冇人供緊盈富基金咧？恒指咁唔生性，你都咧經歷緊一段痛苦時間嘅。下面記住留言啦，同路人互相取暖都好啊。或者你月供緊邊隻咧，都可以分享噶。喺舊年10月11嘅時候咧，聽話喺最差時間供啲內房啊，甚至內銀啊，或者啲本地薑啊，之後儲晒貨第一季爆上去咧，其實嗰度都回報唔少噶。以上咧3個例子純粹都係數字上嘅比較，強調翻啦，數據歸數據，去到實際操作嘅時候咧，我哋會俾心理因素影響噶嘛。例如第一個例子，大升市咁，鬼唔知一炮過買會賺最多咩？但係你相唔相信自己可以捱到佢升50%，你中途都冇離場咧？又驚佢跌翻嚟啊，最後升到120%，你唔抌心口咩？嗱，當然啦，呢個機會嚟到嘅時候咧，我哋冇理由咁傻嘅。如果你乜都唔識，淨係靠感覺咧，手入必定痕㗎啦，查無比敵都係痕㗎。唯一唔痕嘅原因就係用理智分析去知道冇賣出信號，冇賣出信號咧你就唔沽啫嘛。喺升市嘅時候咧做少幾個 trade 其實賺多好多㗎。我都總結翻個情況先，幾時適合月供咧？幾時適合一炮過冧心買咧？俾大家參考翻先。如果本金唔夠，例如想買騰訊啦，一手咧要44,000蚊喎，你暫時咧冇咁多本金，但係咧又唔想錯過咧之後嘅升勢，用平均成本法咧就月供慢慢去儲貨啦。當然啦，跌緊嘅時候咧，你都要 check 下個選股係冇問題啦。如果冇問題，你點樣知道估值係平咧？有信心嘅話就可以用呢招啦。波動市時候咧唔肯定見底時啊，你可以分住吸納啦。例如啦，你心目中一隻嘅優質股，一早咧已經係你嘅人選啦。但係最近啦，某啲股價或者新聞咧，因為某啲消息下跌，波動市，你係覺得咧股價跌得好殘啦，去到低估嘅水平，咪好似正舊年嘅內房泡沫咯，都唔係隻死，點樣隻跌咧？但係重點係你唔肯定佢 exact timing 係見底，但係你知道佢都係優質股，遲早係上翻嚟嘅。同埋咧，國家冇咗佢唔得嘅話咧，你就月供慢慢儲貨啦。俾個另一個例子你，例如2021年嘅蘋果啦，橫行咗好耐嘅，終於咧爆開咗橫行區啦，向上突破咗，咪可以用呢招咯。嗱，今日有咩咧 ？Amazon 係一個好例子嚟噶，而家直情重複緊一個1年半嘅橫行噶。大佬，人哋1年半入邊冇做過生意咩？今日個價可以去翻1年半前個價，咁少少奇怪啦。如果你認為係優質股，你亦都咧認為佢遲早會上翻嚟，你唔使估 timing 噶。就儲油閘咁喺個橫行區儲翻啲單位入邊，爆升嘅時候梗有你份嘅。仲有個情況叫冇得揀，
咁美國咧就叫 401k 退休金，咁加拿大就係 RRSP 等等啦。因為咧長線投資到你退休噶嘛，只要你揀啱資產月供嘅話咧，經過平均成本法，長遠嚟講啊，都會咧有唔錯回報嘅。咁同埋咧中間嘅表現同波幅咧就比較上安全啲、穩定啲嘅。咁其實咧有人鬧爆月供啦，嫌佢慢啦，我都要幫佢平反下噶。嗱，月供咧就梗係慢㗎啦，呢個咧係佢自己特性嚟㗎嘛，紀律咁樣慢慢儲貨咧先至係重點啊。咁至於咧保險掛鈎咗月供咧係咪騙局咧？我只要講啦，入邊咧經過一啲嘅產品同保險包裝咧，咁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啲 terms 啦，包括年期啊，或者咧表面唔係好清楚嘅 hidden cost 啊，自己就要注意翻相關嘅合約啊同埋手續費等等啦。咁幾時先適合冧心咧？嗱，大單邊市嘅時候咧睇啱位置，配合技術分析，例如咧加息週期期間啦，穩定上升股票，例如 Costco 啊，睇幅圖咧，咁買咗差唔多20年啦，周線圖咧長期45度咁攀升嘅，長期咧都係我愛股嚟㗎。其實咧冇一個投資策略咧係完美㗎，你點用咧亦都係一個藝術。咁你有足夠一炮過投資嘅錢咧，亦都唔代表你唔可以月供㗎噃。本金夠唔夠大咧，其實只係其中嘅因素啊。我都試過月供，我亦都需要月供嘅。咁頭先同大家講過啦，透過月供咧，我可以令到我將來會不斷泵入嚟嘅錢咧，係確保到咧可以保持咗個購買力㗎。之前咧我試過講過月供匯控啦、月供黃金啦、月供加幣等等㗎，又睇準時機咧，將啲子彈一賣咧就抌落去，譬如港交所啊、Home Depot、Costco 咁噶。但係頭先講到新錢同舊錢咧，大部分人啊其實咧都係介意舊錢噶。而家股市風高浪急咁咧，其實大家有冇諗過新錢或者點樣確保你嚟緊將會入嚟嘅新錢咧，都係維持到購買力。透過月供呢個方法咧，會唔會有另一個策略俾大家去互補不足咧？月供月窿定月供做富翁咧，都係睇你點樣根據市況去操作嘅啫。今集講住咁多先啦，投資唔係大鱷嘅專利。下次見大家，拜拜。參加咗我網上10年財務自由課程嘅朋友就知道咧財智嘅重要性啦。師傅 Lifetime Coaching 嘅私人群組2月份嘅網聚又嚟啦，個 topic 就係環球9股選股實戰啦。新嚟嘅朋友首先去到10年財務自由免費簡介工作坊，睇完之後如果決定報名就會自動加入師傅 Lifetime Coaching 嘅私人群組噶啦。入咗組咧當然有 Jackson 啦，私人群組入邊咧會 keep 住分享財智功課、新消息，每月淺談，喺你上完課程之後咧永久俾你 support 啦。手拖手同你一齊練習財務自由嘅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記住未知道財務自由嘅你，快啲去下面免費1小時簡介工作坊了解詳情啦〜